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期帶大家睇一個紅樹灣同款豪宅，單價只要一字頭，你冇聽錯喎！依家發展商大劈價送埋家私電器大禮包俾你嘅喎。呢度咧由香港進家地產開發嘅地標豪宅，小區原環境造價花咗成3000萬㗎嚇。你可以睇下咁樣嘅原環境，中唔中意呢？有5座噴水池，5方來齊，屋企樓下咧有業主大巴直接翻到香港、澳門嘅喎，15分鐘港珠澳大橋3個關口嘅喎。我哋賣緊嘅產品咧有89方到140幾方，3房4房，全部都係現樓發售嚇。事不宜遲，走帶你去睇下呢個靚樓。超發尾嘅老間區咁靚嘅小區原環境，中意嘛嚇？入住率高達90%以上嘅標間豪宅嚇。今日呢頭樓咧1400尺，可以做到大4房南北通雙陽台嘅喎，5米嘅餐客廳一體化開間，中唔中意啊？呢度交樓標準非常之高㗎嚇，中央冷氣同埋吊頂全部都係交付俾你㗎嚇。跟住過嚟咧參觀下我哋入戶門啦，雙開嘅子母門豪宅標配嚟嘅，呢一排鞋櫃全部都做好晒㗎啦。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悠然嘅大廚房啦嚇，廚房5件套都係西門子大牌子嚟㗎，空間非常之闊落啊！再過嚟睇睇其他嘅空間啦啊！呢邊咧就係我哋餐廳位啦，可以坐到700個人用餐㗎。出邊仲有個生活陽台，睇小區嘅原環境嚇。再過到嚟呢邊咧就係我哋休息區啦嚇。首先呢邊就公用洗手間啦，乾濕分離嘅嚇，非常之闊落啊！再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兒童房啦，哇，可以擺上2張1.5米嘅床，都非常之闊落㗎嚇。再過嚟呢邊咧，我哋做咗一排嘅定制鞋櫃嘅話嚇，空間非常之多功能。再過嚟呢邊咧，就係我哋第2間房啦，做間客房嘅，非常之闊落嘅話嚇。跟住呢邊咧可以放一排嘅大衣櫃啦嚇。再過嚟睇下主人房啦，哇！呢個空間真係超級大嘅喎，2米嘅大床嚇。跟住睇下我哋衣帽間啦，哇！呢個空間啊，女主人最中意嘅空間啦嚇。再過嚟睇睇我哋洗手間，呢個套間嚟嘅嚇，可以放一個大浴缸啦嚇，可以喺呢度享下美好嘅人生嚇。我哋近期睇嘅產品咧係有89方到140方嘅3房4房，全部精裝修現樓發售，依家搞特價嚇，只要1字頭嚇，中意嘅可以揾我 Andy 帶大家睇更多靚樓，再見。